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咧2025年第16題嘅選擇題啊。在下圖所示咧水波槽裏邊咧點陣源 S1 啦同埋 S2咧同相震動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啊有機會產生一個現象叫做咧干涉㗎咯喎。咁啊並產生咧波長咧0.8 cm 嘅水波，即係話佢個 lambda 係0.8，以相同嘅速率咧就傳向對方。對於咧圖示為 S1 和 S2咧分別距離咧係6 cm，OK， 咁啊圖亦都寫咗啦，同埋8 cm 嘅粒子 P 來自 S1 嘅水波咧嘅到達 P 時咧，佢嘅振幅啊 ，OK 就係1 mm， 咁而來自 S2 嘅振幅咧就係呢個嘅2 mm 嘅 ，OK， 咁啊即係來自 S2 嘅振幅高啲咯喎 ，OK。好，而家問你啦，喺 P 點呢個振幅係多少 ？OK， 即係喺呢一點佢嘅振幅係多少？咁既然佢哋係出現一個叫做干涉嘅現象，咁我哋得兩種情況嘅啫，一係咧就叫做雙掌干涉，一係咧就叫做雙消干涉。咁乜嘢叫雙掌干涉啊？就係佢哋兩個之間嘅程差。如果係等於一個嘅整數嘅 lambda 嘅話咧，我哋就叫佢做雙掌干涉，即係將佢哋嘅振幅相加。好啦，調翻轉啦，如果佢係雙消干涉咧，就係睇下佢哋嘅程差。如果出現係一個嘅點五數嘅，即係1.5啊、0.5啊、1.5啊、2.5啊等等嗰啲咧，我哋就叫佢做雙消干涉，亦即係話將佢哋之間嘅振幅咧係相減嘅。OK， 將佢哋嘅振幅 OK 係相減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啊呢題都唔太難啦。咁我哋咧只需要知道佢嗰個嘅程差，再除翻 OK， 再除翻咧佢嗰個嘅波長嘅距離，我哋咪知道睇下嗰個究竟係點五數定係整數咪得咯。OK， 好，咁程差等於幾多啊？咁啊8 cm 減6 cm 嘅。好，波長嘅距離係0.8，同學仔要小心啊！記得佢嗰個嘅即係波長同埋佢嗰個嘅距離一定要同單位啊，有時都會陰你嘅。咁我哋見到啦，6 cm、8 cm 同埋0.8 cm，呢三樣嘢都同一個單位嘅，咁我哋好安心啦。我哋就揾得到咧，佢哋嘅程差原來係2.5個 lambda 嘅 ，OK， 2.5個波長嘅 ，OK。咁我哋就知道啦，咦咁啱用同一隻色喎，2.5即係雙消干涉啦。好啦，咁雙消干涉亦即係話將佢哋嘅振幅相減嘅，咁亦即係話我哋知道呢度A2係等於2 mm，A1 係等於1 mm 嘅振幅，將佢哋兩個振幅相減，搞掂，即係答案咧就係 boy 啦。好，呢一年咧揀 B 嘅同學仔咧，總共有66%，OK， 咁都好正常嘅淺嘢嚟嘅。咁啊，希望同學仔咧亦都識得去揾翻呢啲嘅問題啦嘅答案啦。好，同學仔加油啊！拜拜。